台湾人爱化拳，这毋但是食饭桌仔顶比输赢，也是人甲人拌暖的方式。嘉义市台湾大厨室就邀请一寡对化拳有研究的士大甲店头家，透过上课方式甲记录，互少年人认识这个特殊的文化。面拍拉筋，拍拉筋咪根本就叫，手拉筋个手，是大向少年朋友讲化拳的历史，佮有各种拳的讲法。毋捌发过拳的人，亲身算过了后，虽然感觉趣味，但是化拳画出来的话，实在是感觉真歹记。这成败拢对日语，日语外来语较熟，所以画迄个反应啊，还是迄个讲话迄腔调，还是迄个尾音，迄拢足顺的。虽然讲化拳内底嘛有日本的，嘛有中国的，嘛有台湾的，但是这是台湾已经流传差不多几百档的物件。但即摆你去遐看，我靠去遐看，差不多100个吼，剩差不多1、20个会晓。嘉义市的台湾读书室母语文化教育协会甲台文系教授，为了要让少年朋友了解台湾早期家仔头食食生活当中的化拳文化，阮也举办化拳的体验活动，佮邀请以前一寡路边摊的头家来分享化拳甲过去传统社会化拳所代表的意义。台湾迄个尾牙文化，无电影、无电视、无啥物，下一个辣条啊，下一个油灯、拍蜡凉啊，咱啉一下酒，对啉酒的人种游戏啦。会啉甲袂啉的人，怎爱靠化拳？咱较少年辈拢是咧接触到这山西较济去了后，对着这种咱的这种化拳的文化一直咧流失。母语文化教育协会讲，化拳是台湾早期食饭桌顶耍比输赢的物件，内底使用的语言嘛反映迄当阵的生活背景。甲少年辈化拳，都是希望用无同的角度，互因来认捌台湾过去的历史、语言甲文化。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